而且还整了一个很帅的发型。对，Younger Star。肯定可以救成的。脸红什么？还是因为那个人？他们这个音乐，哦，男主真的，他真的有好好把希娜放在心里。哦，这个吉他好帅啊！哦，他是真的很伤心。男主也是纯爱战士。已经是罪犯了吗？这个头，这个头型也好帅呀、瑞克。光头，让我想到了娜娜的那个鼓手。哦，他再多这么笑笑。我服了，赶紧解决那个家伙。哦，这一幕。误会的选择。
就是这个人。到底是要怎样啊？那 Mikey 呢？哪种着迷？神经病啊！Draken 肯定是会为了 Mikey 跟他拼死拼活的。小辫子，好帅，这是瑞肯。这么恐怖，而且他的头型跟那个手上写罪罚的那个人也好像。我觉得 Kisaki 是不是有可能也有那种能力，比如说像时间穿越之类的？看着好猥琐呀！但是 Mikey 和 Draken 这么厉害都没有阻止得了他。男主，嗯，我喜欢这个音乐。对 Mikey 着迷，我真的觉得有点想吐。他为什么总是穿越回很奇怪的地方？Mikey 好可爱呀、啊！好可爱，这什么东西？对，洗头帽，笑死了。可爱可爱。
Mikey 为什么这么了解？他肯定经常一起洗。散了头发的 Drake 太帅了。Mikey，他俩真的是太甜蜜了。2合1。他俩真的太可爱了。哦，这音乐就是他们的专属音乐啊，好帅！已经是新队长了。哦，新的安定吗？还是新的 OP？ Mikey， 这是新的角色，这也好帅啊！哦，他扛着旗，好帅啊！这眼神，2个 Hina。哦，他这个声音。哦，Mikey。这个人新的角色，绿色的眼睛。这一集就是被追看各种各样的发型帅死的一集。那个叫 Kisaki 的那个人说，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有那种能力的，肯定不是什么普通人，要不然的话他怎么会这么强大，而且还能就是类似于像精神操控别人一样，像阿坤那样，而且他一直就是紧盯着像日向和Takamichi，我觉得他可能知道Takamichi的能力，这也是为什么他3番5次要去杀掉Takamichi。然后呢 ，Hina 他又是Takamichi最重要的人。对，这个 Kisaki 他从最开始特别着迷于 Mikey， 到后面特别憎恨 Mikey。我觉得就是 Mikey 应该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吧，毕竟他这么强，而且他
他手下也非常的忠心，最后居然让这个人，相当于是take over 了他们整个这个冬奥会。我觉得这也太，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什么特殊的能力的话，肯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还有一点很奇怪，就是 Kisaki 这个人如果真的这么厉害的话，那 Draken 又是怎么把他杀死的呢？还是说 Kisaki 已经知晓这一切了？因为他当时对 Draken 说的话，好像也是他就是像是已经看透了，很看破了很多事情一样。而且 Takemichi 就是想先从小队长，然后再当到冬奥会的老大，这一点真的让我就是想到了 JoJo 第5部，就是Golden Wind， 他当时那乔鲁诺也是大概的一个想法。直播乔鲁诺很靠谱。那今天视频到这儿结束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